點就有格式。而家冇牌揸，食住揸到。我下年考牌我揸唔關你。廿四。暫停啊！翻教練度。你睇冇？第3分鐘，啱啱7號犯規，藍色嘅7。客隊7號4犯。
似個膠紙喎。嗰個係6個定16個？16個應該。16嚟㗎，16同埋72應該。咁啊。跌啦，唔係係咪午飯？午飯。7號午飯，藍色7號午飯，教練換人。
冇睇。近視啊！